潘玮柏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终于第3度唱回台北小巨蛋。嘉宾找来姐姐谢金燕，穿着火辣的高叉泳衣登场。但最让潘玮柏不知所措的是，谢金燕突然问关于他的绯闻，脱稿演出让本尊尴尬的赶快转移话题。谢金燕 vs 潘玮柏 ，Dancing par 啪啪啪啪啪，管他跳歪七扭八，我就是杀杀杀杀杀，唯吾独尊的 A 咖，你就是 XXXXX 没在怕，胆子好大，卡卡的东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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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姐姐谢金燕担任潘玮柏演唱会嘉宾，把潘玮柏的《王者之声》和谢金燕的《姐姐》唱成 remix 版，把小巨蛋变成大型夜店。谢金燕 vs 潘玮柏 ，Let's get hot tonight。谢金燕 vs 潘玮柏，找我来是因为这首歌适合我唱。这是我个人趁着嘉宾之名，但是我也想要知道你的女朋友到底是不是那个空姐。谢金燕突然脱稿演出，当面问潘玮柏他和空姐的绯闻，让潘玮柏尴尬的傻笑。谢金燕 vs 潘玮柏，所以没有空姐这件事吗？不是，你怎么没有照着稿来呢？给你机会解释啊！如果真的没有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常常飞来飞去，常常会碰到空姐，很正常啊。潘玮柏刻意把话题带开，不想正面回应，但谢金燕想说的话还不只有这些。谢金燕 vs 潘玮柏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之前参加五月天或是 JJ 的嘉宾，他们都想要跟姐姐组团，但是谁想要跟他们组团？他们这么会唱，你的意思是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比较想跟你组团，姐姐不止话题犀利，造型更是火辣。高叉泳衣秀出2条美腿，让潘玮柏视线都不知道该往哪摆。潘玮柏，哑巴，断了吧，忘了吧，放手了吧，别试探自己的狡猾，安静别说话，学着做一个哑巴。潘玮柏世界巡回演唱会终于唱回台北，也是第3度站上小巨蛋。有女神谢金燕加持，让演唱会不只有尖叫声，也有欢乐的笑声。